迎大家收睇突發新聞。最新消息指，已經護老院2位長期臥床病人意外身亡。昨日晚上，一位病人跌落床導致骨折，另一位急性氣促發作導致窒息，無人發現。到咗隔日清晨被員工發現後，送往醫院證實死亡。而家我哋睇下昨日護老院嘅監控片段。護士，我背脊好痛啊！護士，你 OK 㗎嘛？全身好痛啊！會唔會好啲啊？而家好啲，多謝。我好口渴啊，想飲啲水。點解支水咁軟嘅？救命啊！我唞唔到氣啊！就住前排嘅醫療事故，協恩中學學生研發出 MedBed 呢一個產品。MedBed 係針對長期臥床病人同老人家發明嘅多功能床，旨在保證長期臥床病人嘅安全同舒適，同時減輕照顧者嘅工作。首先，就算冇照顧者嘅情況下，MedBed 可以迅速舒緩病人因長期臥床造成嘅氣促。AI 鏡頭 Husky Lens 同 Color Sensor 實時監測用家嘅面部顏色。如果感應到紅色強度高於初始值，視乎馬達會摺起上半床褥，令用家坐直呼吸，舒緩氣促。再者，MedBed 可以防止部分背部受力點過度累積壓力造成壓瘡。透過床上嘅 Pressure Sensor 記錄唔同受力點嘅壓力數據 ，AI 模型進行分析後，安排合適嘅翻身規律。由床邊馬達升高部分床褥，並定時執行規律，平衡背部受力。此外，MedBed 防止四肢乏力嘅老人家自行離開床而跌倒。AI 鏡頭學習並追蹤頭部，判斷是否超出床框，並發出警報提醒照顧者，阻止老人家離開床上跌倒，造成骨折、腦外傷同腦震盪等等，減低死亡率。